咁俾土地正義聯盟召集人就陸浩。各位大家好。其實咧，我諗即係梁振英咧係好擅長一樣嘢，就係破壞香港人一路好珍重嘅一啲嘅價值，或者即係得來不易爭取翻嚟一啲嘅機制。其實點解呢幾年政府做多咗咁多嘅諮詢咧？其實正正就係即係過去呢10年間，其實當香港做緊城市發展做緊發展土地發展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嘅爭議。呢啲爭議咧，其實係因為政府當初冇好好去諮詢持份者、諮詢受影響嘅居民嘅意見，跟住到個項目咧殺到埋嚟啦，跟住政府就強推啦，跟住引起咗一啲嘅矛盾，而亦都即係市民或者受影響嘅居民提出嘅呢個理據咧，其實社會係認同嘅，社會認同係要去討論嘅。所以點解即係政府先至去即係喺呢幾年間開始做咁多諮詢啊？譬如即係市區重建，我哋見到市區重建局即係好醜都去搞一個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啊，或者而家都要去做一啲地區平台，或者係一啲即係喺而家即係一啲規劃項目都要去做諮詢。正正即係政府見到其實喺過去咁樣咧，佢唔好好去了解即係市民嘅意見咧，強行去推一啲政策咧，只會係因快得慢嘅啫，因為有一啲真實嘅問題咧係即係必須要去解決，係必須要去解決嘅，而唔係即係政府監粗嚟就得。但係梁振英上台跟住做咩咧？佢就話我哋唔需要同大家傾咁多㗎啦，共識好難嘅，所以就強推啦。咁跟住我就問啦，咁今日搞呢個諮詢會，究竟仲有啲咩作用咧？其實梁振英咧，佢已經自己心目中咧有佢嘅計劃。其實呢個咧係好唔尊重市民嘅意見嘅。呢個亦都即係正正見到就係即係一個小圈子選出嚟嘅特首咧，其實佢點樣去睇民意？佢喺呢個土地嘅利益入邊咧，佢只需要為權貴服務。其實我哋見到即係當施政報告一出台之後，跟住即刻地產瘋盤跟住做好，跟住股市又再上升地產股上升跟住我哋見到喺西半山區嗰一啲嘅地皮嗰一啲嘅土地話要放寬嗰個高度限制，其實係益咗邊啲人啦？呢個係即係好明顯嘅。香港而家講緊係，其實我自己認為唔係一個土地供應問題，而係土地分配嘅問題。我哋講緊即係1200公頃嘅郊野土地，應該入邊有900公頃係預留咗俾丁屋。即係政府幾時去檢討咧？幾時去處理一啲既得利益者嘅所謂嘅權利咧？我覺得政府係更加急需要處理嘅。我哋講緊有30幾幅喺歐地表嘅地，呢啲係熟地嚟嘅，已經即時可以攞嚟起樓啦。點解唔即刻攞出嚟去應市民所急咧？如果佢真係覺得個房屋問題係咁嚴重嘅話，而家即係而家就即係仲喺度諗緊點樣去做地，仲要係有一個咁粗暴嘅方法去做地。有意見嘅市民咧，跟住就話佢哋阻住地頭轉，話佢哋係同社會為敵。其實呢個係非常之唔公道、非常之霸道嘅做法嚟。跟住再講翻啦，而家呢個即係公私營合作政府即係喺施政報告提出即係公私營合作。其實喺未做好諮詢、未做好規劃、未睇晒全盤個局，南丫島呢一個前石角場嘅用地係點樣發展咧？跟住就已經去訂立一個發展嘅模式嗰個方法，其實係即係正正就係證明咗佢唔尊重呢個諮詢。第二，亦都我覺得係即係好唔穩妥。你都未知道成個局係點嘅時候，跟住你自己就長官意志就話用咁嘅模式去發展係啱。呢個我即係認為唔係一個即係深思熟慮嘅制定政策嘅方法。同時之間咧，即係公私合營咧，其實我哋見到好多弊端嘅。最接近公私合營啦，就係市建局嘅項目。大家去睇翻先，市建局就係負責去收地，跟住外判俾發展商去，俾地產商去發展。跟住起出嚟嗰啲係咩咧？市建局都話自己有做規劃嘅。起出嚟嘅，譬如我琴晚我睇有一個灣仔市建局嘅項目同華智合作嘅，22000蚊一尺。
我哋見到市建局起出嚟嗰啲係豪宅，亦都市建局過往造就士紳化，將原區居民逼走，跟住起豪宅，唔係俾當區居民住呢一種嘅模式咧，其實係即係大家都已經鬧咗好耐嘅。呢一種公私合營模式，我諗即係我哋大家都唔想喺南丫島嗰度即係再去即係見到咯，就係將南丫島即係豪宅化。有啲朋友講話市區咁你灣仔可能黃金用地，去到深水埗其實我哋見到即係市建局公私合營嘅模式咧，都係差唔多接近成萬幾蚊一尺嘅。咁所以即係呢個豪宅化嘅問題咧，公私合營咧係我哋見唔到政府而家去喺政策上有啲咩可以解決到咁亦都即係我哋好擔心就係南丫島如果政府借住話解決房屋問題，要增加土地供應為名咧，其實實質咧就係向發展商去輸送利益。我哋都見到即係其實喺即係政府嗰個嘅規劃嗰個建議入邊永遠都係有個遊艇股喺度嘅。即係遊艇，我諗即係喺香港嚟講，都係應該有錢人嘅玩意。佢咁急市民所急嘅話咧，啲遊艇嘅地方係咪真係可以攞嚟即係做翻一啲真係俾平民嘅居所咧？我哋香港而家其實缺乏俾平民、俾庶民嘅居所，而唔係缺乏豪宅。我哋見到其實豪宅嘅空置率咧係非常之高啊！政府成日講話咩4.3嘅空置率，其實呃人嘅。我哋睇翻其實攞嚟炒賣嘅樓咧，嗰啲嘅土地嗰啲嘅房屋嘅空置率咧係非常之高，去到差唔多9%。即係我覺得政府即係去到今日施政咧，就千祈真係唔好再喺度誤導市民，因為即係好多資料都係公開嘅。